乾坤，为事物生化之初，亦人生修持之果，为天地变化之始，亦人物本源之书。乾坤在后天言，尚无他物数之杂，在先天言，以觉有形气之分。象辞所指。这个声音在念《易经》正释，证明了正解释的是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《易经》正释。皆属既变之象，而在此二卦中，则有见其初变未变之时。此乾坤二元，皆其不变之真，以为天地利己，即为人道利己也。夫卦之为用，本以测天道，而定人事。天道常而有变，则时谓之书也；地道变而有常，所以奉天时。